各位屬龍嘅朋友，2026丙午火馬年，你將步入一個守成與開拓並存，需要穩固根基應對外來衝擊嘅年份。呢一年，你嘅星圖呈現守護與破壞嘅角力，代表突發損耗嘅天狗與影響家宅安寧嘅吊客兩顆凶星帶來干擾。但幸運嘅係，象徵地位與穩定嘅八座吉星將為你壓陣。呢個犬吠於外，璽震於中嘅格局，考驗你維護自身疆界與核心穩定嘅能力。首先要客觀認識兩顆凶星嘅具體影響。天狗主突如其來嘅損耗同阻斷，佢並非長期困境，而係好似被狗突然咬一啖，會帶來計劃外嘅開支，例如電子產品損壞、被抄牌、出行時嘅小意外、航班延誤、行李問題，或係下屬、寵物帶來嘅麻煩。而吊客星則更多關聯家宅同遠方親屬嘅安寧，需要你多關注屋企人，尤其係長輩嘅身心健康，同時注意家中水電安全，避免因為家居問題而破財煩心。呢兩顆星嘅組合，正係神五無衝無合卻暗藏火土焦躁之象。你嘅外部行動同內部根基、家庭，容易同時受到無規律嘅瑣碎嘅干擾。雖然唔致命，但係會持續消耗你嘅精力同資源，令你感到龍游淺水嘅束縛同煩躁。但係，請你務必堅定自信，因為吉星八座正係你定鼎乾坤嘅基石。八座代表穩固嘅地位、個人嘅尊嚴以及處事嘅中正同權威。佢嘅力量不唔在於主動出擊，而在於以不變應萬變，以穩重壓紛亂。今年嘅致勝哲學絕對唔係四處救火、隨波逐流，而在於將你嘅應對模式從被動反應轉為主動鎮守。你要學習像古代帝王鎮守玉璽一樣，無論外界如何紛擾，都首先確保自己核心、事業根基、家庭、健康嘅穩定與秩序。只要中心穩固，外圍嘅小風浪自然不足為懼。記住，穩定同秩序係你今年化解一切小人嘅終極力量。睇清楚干擾的本質係外圍騷擾，我哋就可以運用八座嘅鎮守智慧，執行以下4步策略從容布防。第一步，核心申八，強化中宮能量場。要發揮八座星嘅威力，首先要令你常住嘅空間、屋企同辦公室氣場穩定。務必保持家居中央區域嘅整潔、明亮、暢通，切忌堆放雜物。可以喺屋企客廳或者辦公室桌面擺放黃玉、陶瓷或者方形石材嘅穩重擺件，形狀以方形為佳，顏色取黃、中式系，以土德厚載之氣嚟穩固全域。呢個係化解一切瑣碎是非嘅基礎。第二步，借助貴人，佩戴3盒貴人飾物。你需要聰明靈動嘅盟友嚟幫你應對外圍突發狀況。後、申係你重要嘅3盒貴人，能與你合成新子神水局，需借紫薯之力。隨身佩戴金屬材質嘅猴形飾物，或白色、藍色、金水屬性嘅配件，能增強你嘅應變能力與溝通智慧，令你喺處理天狗帶嚟嘅突發事件時更加靈活機智，化險為夷。第三步，布局文昌，催旺東南方本命位。2026年46文昌星飛臨東南方，而東南正係你嘅本命神位。你可以喺屋企或辦公室嘅東南方位擺放一個魚缸，養4或9條黑色或藍色魚，或種植水漾植物。此舉能以水氣滋潤神土，激發你嘅智慧與創作力。同時水生木，木生火，能間接疏通流年火氣，令你嘅才華有穩定嘅發揮渠道，避免懷才不遇嘅鬱悶。第四步，破財消災，預先進行慈善消耗。既然天狗遇事意外破耗，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進行有意義嘅消耗。喺年初，可以捐贈一筆細錢俾流浪動物保護機構，為家人購買額外嘅醫療保險，或花錢維修保養屋企嘅老舊電器。呢啲行為係將不可預測嘅損財轉化為積累福報，保障家庭，消除隱患嘅投資。完全符合八座星防患於未然、守護根本嘅智慧。總而言之，2026年對屬龍嘅你嚟講，係一場關於定力嘅考驗。當你能夠好似八座咁言不動，一切外來嘅紛擾都不過係證明你穩如泰山嘅背景音。即刻喺下面留言區用井號八座鎮守嘅格式寫低你今年決心要牢牢守護嘅核心領域，如事業根基、家庭健康。覺得呢份穩中致勝攻略有深度，請用力比例為自己嘅定力與格局加持。
關鍵一步係分享出去，將呢份化被動為鎮定嘅智慧傳遞俾你身邊嗰位大氣而值得信賴嘅龍系夥伴。祝福你，2026年8座星照，根基穩固，於沉穩中化解百般煩擾，速力待時，一飛沖天。